头起先来关心的，就是这台南后壁乌树林的占地场火烧到今已经11天去啊，即马犹搁咧翕烧。另外一边，这安南区的城西二期燕麦场昨暗嘛来传出火灾，今年到今已经是烧3届啊。消防是来出动30台水灵车赶紧去拍火。啊，那环保局初步判断，就是顶届这火灾的火尾啊又搁倒起来，后手会加强处理甲空品的监控。 开片暗摸摸，熊熊火倒起来有够炎，兼乌烟阴蓬蓬。10月30日暗时8点外，在安南城西2期燕麦场发生火灾，民众惊一个水通报。消防局随出动30台消防车，甲57个警消人员到场抢救，第一时间先甲火势范围控制掉咧。台南市长甲环保局长第一时间嘛到场掌握灾情。火势很大了啦，就6楼高的一个火势。 那现场那因为也吹北风啦，所以火势有助长的状况。其实城西燕麦场到今年已经是第3摆火烧，经过了解，前几天现场就小可咧出烟。环保局判断，这摆导火是顶一摆导火搁刷落去，主要因为占收场粪扫吨上悬，加上上下骹站粪扫发芽产生沼气，搁加上天气打扫兼高温，加安尼生。判断应该还是上次的延伸，就是没有处理得很完整啊，所以。 在这个季节，因为昨天部长也讲，这可能是70几年来最热的秋天。那最热的秋天加上干燥，我们在这个掩埋场基本上就有很大风险。 对外面看这粪扫量有影那像一粒山，全拢是生活用品。政府强调，招名坑的并不是工业区，嘛无人做伙。新设的焚化炉按算明年1月才会开始运作，按算一档通消化20-30万吨的量。环保团队认为，发电产业环境安全嘛爱顾。我们乌树林的火灾都还没有熄灭，但是城西又烧，只有台南烧吗？没有，全台湾好多地方都在烧，尤其最近。 澎湖啊、花莲啊、嘉义啊，都烧了，不要再制造垃圾了，因为你可以重复使用，就尽量重复使用，不要用一次就丢。现场这阵用怪手配合淡水降温继续咧学，若有需要买看图，消防局回应相关监视画面甲资料，买继续收集，倒火原因就要个调查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